永生之輪挖到深處，刻畫出教會聖師聖多瑪斯嘅倫理德行，包括先有人性嘅德行，智、義、勇、節，亦即係4個書德，再通過聖神嘅恩寵傾注喺信、望、愛3個超性之德，為嘅係迎接普世教會嘅禧年。望德嘅朝聖者，主題係人心中嘅渴望需要天主救恩嘅臨在，使佢轉變為希望嘅標記，以回應聖多瑪斯2023至2025 3重禧年嘅紀念，亦希望透過學校嘅培育人性德行，預備同學嘅心靈打開，接受福音，經過領受入門聖事而獲得聖神所傾注嘅超性德行，成為希望嘅朝聖者。畢竟踏入新學年，面對開學初期就遇到多名學生自殺嘅悲劇，我哋意識到要先保護同學嘅身心靈，先可以再講培育豐盛嘅人生。天主教學校嘅眼界應該要超越知識傳授，將宗教倫理同生命教育融入課程同課外活動，俾同學真正去經驗到無條件嘅被愛，從而建立穩固嘅希望。前教宗方濟各喺禧年嘅詔書所講，望德嘅基礎就係被愛嘅經驗。當信德帶領佢哋認識天主，望德會激發佢哋嘅勇氣去面對逆境，愛德就會化為實際嘅關懷。唯有咁，佢哋先會喺學習上堅韌不拔，喺人生嘅道路上共議同行。聖多瑪斯嘅倫理德行唔單止係神學範疇，亦都係教育現場處境嘅指南。智德教我哋善用天主俾我哋嘅智慧，運用理智作出明辨嘅選擇。義德促成團體嘅公平正義，勇德支持我哋困境中迎難而上，節德引導我哋思想同行事嘅節制。更加重要嘅係，我哋要似耶穌基督看待孩童一樣，珍惜真誠而唔係虛偽嘅笑容，等同學喺真心嘅陪伴之中，成為希望嘅傳承者，而唔係失望嘅傳播者。教會嘅禧年慶祝活動或許終將會落幕，不過以信、望、愛3德去提升4書德，滋養出嚟嘅希望，一定會持續喺每一位同學嘅生命入面綻放。